今仔要甲你介绍的是肺炎啦。哦，肺炎咯。阿嬷，我先甲你问一下吼，你平常时啊，拢是家己煮，还是食外口咧？无啦，这拢嘛新妇咧煮的。吼，安尼吼。啊，以早你敢有咧煮？有哦，少年煮甲老。吼，安尼我去甲你问一下，咱厝内敢有人咧食薰？阮头的讲要解婚，解10几档嘛是搁咧食。安尼吼。那安尼啊，我今仔日要甲你介绍的，这足重要的。我今仔要介绍的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炎啦。慢性阻塞性肺炎，嘿呐，就是讲吼，咱的肺部有发炎的情形，啊，是安那较会发炎呢？咱人在喘气的时阵，就会吸引一寡空气，啊，话是无好的空气。啊，阿嬷，若讲到无好的空气，你敢知影啥物是无好的空气呢？好，还有的少年徛在乌多摆安尼放叫，搁放臭屁。对啦对啦，那这种无好的空气吼，咱若吸入去，就亲像迄水管吼内底有粪扫物件，啊，安尼水管会安怎？就会塌条的袂通啊。嘿啦，袂通啦。所以讲吼，定定若吸到无好的空气，咱气管呢就容易塌掉的，安尼咱就无办法喘气，这叫做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炎。哦，无法度喘气哦，代志就大条啊。对啊，所以讲，咱今仔要讲的这种病，对伊来讲足重要的，尤其是咱较早拢有咧煮菜，啊，咱厝邻阁有人咧食薰，而且咱即马岁数有较济，抵抗力就无遐好，安尼咱去带着肺炎的机会就有较悬。哦，这要安怎去注意咧？要安怎注意吼？我小等下讲互你听。我先来讲伊的镜头。阿嬷，你先想看卖哦。咱一般人若是讲会发烧、嗽啦，啊，才会感觉代志足大条的。感冒去诊所看医生，食药就好啊。嘿，咱拢会想讲吼，若发烧、嗽啦，就是感冒，所以就袂特别去甲注意。安尼敢会去误着？有哦，足侪老大人吼，拢会想讲吼，这得感冒啊，无啥，因为肺炎拄开始的时阵，伊的症头甲感冒足共款的，定定会嗽啦，嗽袂停，拖久就变成慢性的肺炎，就像人讲的，吐水使惊治嗽，毋是啦，袂记你要安怎讲啦。这吐水师傅惊治老，医生惊治嗽，总铺师惊食豆啦。哦，对啦，医生惊治嗽啦，所以讲吼，会定嗽，嗽袂好，这就要足细腻的。